随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9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9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就是解说甲台湾景致性清净，解说甲迄个所在。即马就是应该要来说的解说下面，下面就是平等性地心无病，妙观察地见慧光，生所作地动元景586高音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以转处不留情，欢欣应处难克定。即嘛应该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智通法师所开示的另外一段文，因为在前面智通法师爱慧能大师来解说四谛的意义。本来六祖是甲伊讲，既然会当来体会三身，就会当明了四谛，实在是无需要搁再做出来解说。但慧能大师究竟原来也是对来说明，所以就甲伊讲台湾景致。伊的性清净，也可以讲，咱众生的自性清净心呢，就是台湾景致。众生的自性清净心，若是用伊的理来讲起来就是属于法身的理体；若是用伊的智慧讲起来呢，就是台湾景致，也可以讲就是属于真性菩提，迄边平等性地心无病。讲这个平等性地就是讲心无病。伫遮所讲的心的病，就是咧指分别的烦恼，就是讲迄个心无分别烦恼，迄个所在。就是属于平等性地。那是根据慧海法师所讲，会当好对着这个真境，也袂起贪爱憎恨，安尼呢，就是会当好得到人空我空，会当得到人空我空。就是讲我空法空就是到得到平等性地。这个平等性地、平等性，甲迄个差别性，这是一种的对立的。差别性就是讲有一种的对态观念，有你有我，有内有外，有大有小，有贫有富，有智有愚。有善有恶，这种种的对待，这都是属于差别。平等呢，就是无分你，无分我，无分权，无分格，无分自己，无分别人，这都是咩叫做平等。这个平等性质是对第七识所转来，第七识将第八识的见分呢，念念该接着讲，这就是我。所以我执的根本应该是对第七识的所在来。伊有一个我，就有一个我所有的物件；有一个我所有的物件，就变成讲，这项是我所爱，迄项是我所讨厌。有一个我呢，就变成有一个你，我甲你呢，就造成一种的对立。造成一种对态，在造成对立对态这个所在，
咱的对象是咱所欢喜、咱所介意的，那咱就要甲伊摕来，要来吸收，变成做咱的。假如讲咱的对立的境界，这是咱所讨厌的，咱就甲伊排斥。这呢，拢完全啦，就是第七性对地必是念念即为我作为根本啦，就是属于我这个根本。啊，这个平等性质呢，就是会当好对外面的环境无先去爱着，无先去憎恨，也我空法空，这就是平等性质。在三藏法师伫咧解说平等性质就是讲这是佛的智慧，会当好来观察了世间一切法，甲所有众生呢，拢都是平等。众生啊平等呢，世间的一切法也平等。就以这个大慈悲心，随着众生的根基，也来实现，来开导众生。使这众生呢，拢会当好来正入去佛道，这名叫做平等性质。所以这个平等性质就是讲，无论是对外面的境界，或者是讲对众生，拢无迄款的差别，无迄个对待观念，这就是平等性质咯。也伫遮所讲的这个心无病，就是讲若是有假碍的相这就是叫做有病。无假碍万法会当回来用通，拢无抵碍，所以呢，就名叫做无病。这个平等性质，心无病的意思，就是讲内心若是无病这就是叫做平等性质。下面讲妙观察智见非光，讲这个妙观察智呢，伊的见非光。伫遮所讲这个光呢，就是有为的功用的意思。慧海大师就来讲会当好记笔这的种种的情景来去甲伊分别，但是呢，确实未生起一种的散乱心，会当得到自在。这呢就名叫做妙观察智。所以这个妙观察智，就是对外来分别世间事上的智慧。智慧对内呢，就是教育你；对外呢，是分别世间事。但是这个分别世间事，虽然是讲分别啦，确实呢，未去散乱，未去执着，会当来得到自在。这呢就是属于妙观察智。咱必须要了解，譬如讲，咱本身是一个好人是无毋对，咱的心呢是真正公平无毋对。不过呢，咱往那爱有迄个分别是非、邪正好歹，伊即款的眼光。要若无呢，可能咱就好歹人分袂清楚。咱对着迄个好人，要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去教法？拄着迄个歹人，又是要用什么方法来去对峙呢？咱必须有迄个会分别的眼光才会使。那即款的分别的眼光，应该就是遮所讲的妙观察智的作用。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若讲学佛简单是真简单，讲无容易，实在是真正无容易。那样讲法呢？若是讲简单，讲对咱学佛修行，莫甲人计较啦，反正咱老实念佛就可以了。那假如讲咱老实来念佛，家己一个伫迄个山顶卖流，拢无甲遮人间世事来去交涉，那呢？这是袂出问题。假如讲是一个在都市中，在这个社会上，来伫咧领导群众的人，
那只是伊比讲啊，我都是老是念佛，啊，其他我就不管了。也那呢，可能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因为你敢若是老是念佛，因为你心地善良嘛，将每一个人拢看讲，这都是好人。你袂晓去分是非善恶好歹。安尼有当时阵呢，会去互迄个歹人利用去，会去互歹人出卖去，会去互歹人家己害着。你不但是无法度好达成着教化之功啊，也可能呢，一间道场你无法度好好来去甲伊保守，无法度来甲伊维持，结果呢，就是去互迄个歹人呢，来将你即个道场甲伊破坏啦，将即个佛教甲伊破坏去。所以即个妙观察地呢，也就是咧说明讲，咱学去修行。有那是都爱有迄个真正锐利的眼光，不过有即个锐利的眼光，并毋是等于讲，咱就是起即个妄念分别的执着。咱只是会当了解讲，即个问题就是安尼。了解了后呢，咱就应该呢，来好好来提出一种对策。那即个妙观察地，甲咱的意识分别。到底有什么款的不同我在这个所在会当来简单提出一个事例起来说明。咱若是完全意识妄想的作用可能对迄个好人，咱也甲伊当作讲这是歹人，因为咱有一个成见。一旦互咱知讲这个人是歹人，咱就甲伊恨之入骨啦。或者是咱甲伊疏远，根本无要插这个人。那这呢？就是咱有一种的这个差别对待观念。若是讲会晓用妙观察的人就毋是，由咱的智慧观察知讲，这个人毋是好人。咱确实有一份的自卑心。我如何来运用我的智慧，如何来运用我的方法来将你这个歹人甲你教化过来？这呢，就是妙观察的，甲咱的意识分别有所不同的所在。所以咱事理爱甲分得清楚绝对也袂使甲男做一堆更加毋是讲咱盲目的自卑啦，安尼名叫做讲做自卑。在三藏法说第14段讲这个妙观察地就是佛会当互来观察诸法的运用处地。然后呢，会当好知影众生的根性熬药，就以这个不解辩才来说了种种的妙法。使咱众生会当得到开悟，会当得到真正大的安乐。这名叫做妙观察地。那会当好来了知众生的根性，众生的熬药。就是讲众生到底伊心是想啥物，伊所爱是啥物，所希望是啥物，伊的根性到底是属于叨一种？是上根治啦、中根治啦，或者是讲下落来根治啦？这人的心是属于善心啦，或者是恶心啦？咱都必须要去了解。因为了解了后呢，就用个无解辩才来讲种种道理，也就是讲，你先了解这个人的根性了，再来对其说法，来使伊得到开悟。安尼呢，就会当好使伊得到真正大的利益。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妙观察地。这个妙观察地或做见慧光。这个见慧光的意思，就是讲伊的妙观察地伊的看的作用。就是等于讲，咱这个眼光伊这个看的作用不假做作，所以名叫做讲做见慧光。这个不假做作，就是叫做吟韵而行，约这个略实切实讲起来。那么应该呢是讲第六意识，或者是讲第七识啦，拢就是一种的妄念分别。毋过呢，你将识来转为智慧，这个时阵就是会当好来应机接物，
吟韵不涉计度。这个吟韵就是讲自自然然啦，自自然然的袂去牵涉到这个分别计度，会当好来随时观察明了。但是呢，确实无需要加少你的功用。意思就是讲，自然就会当有这个作用，毋免你来注意，毋免你来去用心，自然就有这个作用。那对于这个吟韵起这个作用我伫遮呢，摕一个，互咱会当容易了解比例起来说明。比如讲，咱囡仔因为少岁。那对社会经历真少，所看的人也少了，所以呢，咱要看到一个人到底是好是歹实在是真无容易。咱就甲伊教讲，你都要看下，迄个人是生什么款的面相，生什么表情，伊什么款的行动，伊讲的什么话，你就从这个所在去甲伊观察，这到底是好人或者是歹人。哇！咱即马甲伊讲甲一大堆呢，伊即马看到一个人的时阵心肝底都伫咧想咧。都人教讲安怎都是歹人，安怎都是好人。那即个人到底是符合着好人的标准或者是符合着歹人的标准呢？伫个所在，实在是我那是真无勇气甲伊决定。但是咱一个人若是讲，在即个社会经验已经真丰富，看人已经看济经验已经济所以你呢，毋免用过你的心去甲伊想，即个看，即个人是歹人，即个人是好人，随时都可以知，毋免搁再用心计较去甲伊想，自然都可以了解。这呢，就是吟韵而行，也就是遮所讲的不假功用的意思。安尼来解说，我相信一定可以了解。也就是讲，这个妙观察智的作用因为伊是一种的智慧的妙用。这个智慧的妙用呢，毋是一种的意识的分别，乃是自自然然的就会发生迄个妙用出来。这个妙用是什么款的作用？这个妙用呢，就是观机思考的妙用。观机就是讲来观察咱众生机。目睭一个看了解这个众生是属于倒一类的众生。那既然是倒一类众生，应该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去教化？我在这个所在，搁再提一个，互咱更加容易了解的这个譬如起来说明。譬如讲，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若是讲新的医生，伊虽然是讲读过医学啦，伊的理论是捌，不过呢，伊的经验无丰富。所以面对着这个病人迄个时阵一定要真正用心啦。但是无真正用心的时阵，可能病看毋对，可能会看毋对去，药也开毋对去。若是一个老医生，都毋是老医生，你看到这个病人，可能一个目睭会看到，差不多知影讲这个病人是什么款的病因为病人的病呢，是会表现在伊的面上尤其是这个汉医一直咧看病来看迄个人的面，也则搁再来甲责骂，搁再来甲问，这是有几落个阶段啦。毋过若是迄个老的老医生呢，实在是你踏入门，一个看到你的面，你这个面色，你五官五行，安尼就知毋免多伫咧想甲要害去，自然就可以了解。那这是对来，当然这是对平常的功夫的累积，这个命观察智甲是共款，就是讲不断的修行的累积，结果呢，就将这个意识的分别转为无分别的命观察智，这个命观察智，伊呢是不假功用，就是讲会当吟韵而行。下面讲生所作智当环境，讲这个生所作智呢，甲迄个台湾境智是共款。这个生所作智呢，就是
资金会当好来资金随时应用。这个资金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五根。眼耳鼻舌身的五根会当随着世间的事项来去应用，就是讲随境去应用。你这个目睭看、耳孔听，会当好来随这个境界去应用，拢会当好来进入一个正定，无异相，妙作成所作谛。但是依照三藏法术来解说这个成所作谛就是讲这个佛为着要使众生得到利益，为着要使众生来得到安乐，所以呢就普遍在十方的世界来实现种种的神通变化，来引导众生，使咱众生当正入的佛道，来成就本愿力所应该做的代志。这名叫做讲做成所作谛。所以这个成所作谛呢，应该就是在这个身躯上所具足的目睭啦、鼻孔啦、耳孔啦、喙齿啦，这个身躯来去起作用尤其是呢，咱这个身躯的变化，这在度众生方面讲起来呢，确实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讲，为着要度众生。那甲人讲，这个众生呢，是一个真正恭敬难度的众生。你有这个神通变化，可以来去甲伊降服。这个成所作谛为什么是同意这个愿境呢？咱来必须了解，就是讲大愿境地，伊呢是一个实的本体。这个实的本体呢，是约于迄个无分别的本体所讲。这个成所作谛呢，是属于由前五识所转。那这个前的这个五识只是一种的直觉的作用而已。所以这个前五识的直觉作用，已经接近了这个八识的本体作用。所以将前五识所转的这个成所作谛呢，就是等于就是这个大愿经地。不过，再有另外一种的意思的解说就是讲这个成所作谛，虽然是向外为着实现度众生所起的这个妙用，但是伊这个成所作谛的智慧之量呢，也是甲大愿经地的智慧之量同款。事实上，无论是大愿经地，无论是平等性地、妙宽彻地成所作谛，这呢是约于迄个功用来甲伊分做这四种的说明。那是体呢，应该是一体，应该呢是无异差别。那所以叫做讲做一体者，就是只有是一个真心的本体而已。入面讲五八六七高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这个五八的这个五呢，就是个之前五识，就是八识中的前五识。这个前五识就是讲咱目睭会当看迄个色，耳孔听到声，鼻孔会当闻芳草，喙齿会当好来了解迄个气味，身躯呢会当好知影受热。这就是对色声香味触的这个五尘会当好生起五种识的作用。这个就讲做前五识。这个八呢，就是在八识中的这个第八识。这个第八识有名，叫做讲做无赖识，也名叫做讲做藏识。凡是世间万物之本的精旨拢收藏在这个所在。前五识甲第八识，这是属于果。这个六就是在之八识中的第六识。由前五识的感觉引起了分别判断的作用，名叫做讲做意识。这个七呢，就是在之八识中的第七识。这个第七识呢，又名叫做讲做缘识。
这个原那时代，就是念念伫咧分别相续不停。那这个六识甲七识呢，就拢是属于因。为什么佫只讲做果因转呢？这个果因转的意思，应该就是六甲七这两识啊，是在因中先转。也五识甲八识呢，是到甲这个体上的这果上才是完。所以才讲做五七。六七毋是五七，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完。就是讲这个六识甲七识啦，在这个因中，就是讲在这个修行中呢，已经就开始就转了。这个五识甲八识呢，就是到这个果位上，才会当来得到圆满。这就是五八六七果因转的意思。下面讲单用名言啦，无实性。讲这呢，只有用这个名言，但是呢，无迄个实性。意思就是讲，只有转迄个名，但是这个体是不转。只有转伊名，无转伊体。也就是讲，转不是成事的，在这个文字上讲起来呢，叫做讲转。但在这个实相上讲起来，就是无所谓转。迷呢就是实，悟就是智。只是有这个迷悟的差别，伊的实性呢，实在是无所转。在这里说来，再讲做单用名言啦，无实性。就是讲，只有转迄个名义，毋是讲这个实质的体性呢，实在做这么转去啦。因为这个实性。就是咱众生本具佛性清净之体，当然是无所转啦。也等于讲，咱一粒宝珠，垃圾，也即摆该切落清气，就是讲这是清气的珠啊。但是呢，清气的珠甲迄粒垃圾的珠，迄个珠体呢，同款都是迄个体，毋是讲咱即摆即粒珠啊是垃圾的，小清气，迄个珠的本体也变去。珠的本体本来就是无变，伫遮所讲的单用名言无实性，也都是甲这同款的意思。注意听先听着，咱今日节目时间更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